好，咁去到指數啦。嗱，咁首先我哋就望一望條題目啦。咁基本上都一式一樣㗎啦，就係俾一條指數你，咁咧再將叫你化簡，然後再用 positive index 正指數嘅方式表達答案。嗱，咁其實佢基本上咧都係兩三種方式嘅啫。首先次方再次方就次方相乘，嗱個三次方乘入去，係咪？個五次方乘入去，咁所以咧就會係 x 12次 y 負3次，分母就 x 負10次 y 10次，得唔得？好啦，然後乘次方相加除次方相減，咁記得啦，相減咧就喺分子嗰度相減，所以咧 x 咧就會係12次減負10次，分子次方減分母次方，而 y 咧一樣啦，負3減10，得唔得？好啦，12減負10就即係22啦，係咪？y 咧負3減10即係負13。好啦，最後將負數次方移翻落去，你就會做到分子係 x 22次，分母係 y 嘅13次方。